公家机关最喜欢讲的，想做事情的时候叫做依法行事，不想做的时候叫做于法无据。以前他就是于法无据，所以很多事情就很难去执行啊。那现在有了个身份地位了，可能也许在未来我们看到，也许他会得到更多更好的照顾啊。好，前半段我把它基本的一个背景的状况跟大家做一点介绍哦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过去到前面门口开始，我们就实际上介绍那建筑上面我们还看得到、可以观察得出来的，跟我们的文化艺术相关，有一些比较值得我们去了解的那个部分啊。好，那就麻烦大家现在往里面的那个门口移动啊。在我这边，OK， 好，谢谢。打雷喽，打雷喽。